祖宅怎么了？建国，我是你亲弟弟呀！这宅基地是咱们爹留给咱们俩家的，当初分家的文书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这家一半是我的，你不能全占了呀！滚一边去！咱们爹早就死了，现在我是大哥，家里的一切全都是我说了算。还有，你也配跟我提兄弟？你那个废物儿子秦风在外面犯了事坐牢，早就是个劳改犯了，10年都不回来。这房子留给他也是当狗窝，不如给我盖别墅。没有，小凤没有坐牢，他是在外面工作。工作？什么工作？10年不回家？弟妹啊，你就别自欺欺人了。全村谁不在背后说秦风是个废物？行了，你们别废话了。宅基地转让协议我已经写好了，你们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这房子还要留给小凤回来住呢，不能拆，不能拆呀！不签，那我就连人带房子一块儿推了。秦爷，前面的路没法走了，要不换成后面的越野车，然后礼物我们背进去。我说过，如果有一天能回来，一定要让这条路变个样。车队不好进，那就修条路进。谁呀？我在开会，有事情待会儿再说。我是秦风，我现在在秦家村村口的国道上，我要进村，但是路况不好，我只给你1个小时的时间，我要看到一条能够让劳斯莱斯车队平稳通行到村子里面的路。1个小时？哥们儿，你喝多了吧？你知道铺一条路需要多少工序吗？别说1个小时了，哪怕是半个月。5000万？什么？不够，那就1个亿。还有，我不听借口，我只看到结果。1个小时后，我的车队动不了，那就换一个能修的来。资金调度完成，1亿元工程款已寄宿到账。疯了！这个世界是疯了！为了修一条3公里的村路，直接砸了1个亿。张经理，我们这会儿开会，还开个毛的会！快点通知工程部，把所有的铺路机、压路机、挖掘机，只要是能动的，全都给我调到秦家村去！快啊！快！1组填坑，2组铺设钢板，3组呢？3组上覆盖水泥，注意避开那边的劳斯莱斯车队。秦爷，路已经修好了，进村。二叔啊，我说你们2个老不死的怎么这么犟呢？这破房子留着也是喂老鼠，不如给拆了盖成我的婚房，等我以后发了财，随便施舍一点给你们，不比你们守着这点破烂强啊！小龙，你是晚辈，怎么能这么跟二叔说话？这宅基地是你爷爷留给我的，也是小凤最后的家呀！要是被你们给拆了，那小凤回来了，她住哪里？回来，老二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你那个废物儿子都出去10年了，10年呀，连个屁都不放一个。村里谁不知道，别人家有出息的娃都是开着小轿车回来的。可是你们家秦风呢，在省城里面当保安，就是10年都不露个面。我看他呀，不是在蹲大牢，就是死在外面了。肯定早就死了。既然是个死人，那你们还留着房子干什么？给他修坟吗？你胡说，我儿子没死，他前几天还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今天中秋节会回来的，不许你们拆我的房子，小凤还要回来住呢，不许你们拆！滚开，疯婆子！唉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秦风那小子也不争气，10年也没个动静，说不定真的死在外面了。这秦家老二啊，算是彻底绝户了。行了，老二，这转让协议你现在签了，我还能给你5000块钱。要是再不识抬举，大哥，不能挖呀！滚开！儿啊，你在哪儿啊？我们真的快守不住这个家了呀！爸，你跟这2个老不死的废话什么？看我吓不死这2个老东西！小龙，你要干什么？那可是你的亲二叔啊！小龙，都滚开，少管闲事你们！老二，
不签？我不签，这是留给小峰的，我不签。啊，怎么回事？地震了！快看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是谁犯了大案子了吗？快点躲起来，别被压死了！那是劳斯莱斯库里南，一辆库里南就要8九百万，后面还有劳斯莱斯幻影，一辆直接超过1000多万，这整整12辆，光是劳斯莱斯车队都超过1亿了。爸，快点让开！对面这一看就不是咱们能够惹得起的。这到底是哪个大人物下来视察了啊？是我的车挡路了。围起来！秦爷到了。小峰，是小峰，小峰是小峰啊！是小峰，是小峰，小峰回来了！什么？秦风那个废物保安，那个劳改犯，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妈，儿子回来了。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。黑龙，在，这车挡着我给我爸妈送礼物了。属下这就去查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是我的车，这车可是进口宝马，落地50多万，你们这群臭保安弄坏了赔得起吗？查过了，是贷款的2手黑车，还有欠款没交。10分钟，我要见到黑车车商。是。秦爷，您找我？这车，你的对，50万，我买了。没问题，秦爷。这车不是卖给我了吗？你都欠款半年了，能让你开是给你面子，给我滚开！黑龙，这车被恶心的人开过，我不要了，给我把它碾碎。是。这是我的车，是我的车！爸妈，你们受苦了，回来就好，回来了就好啊！小峰，真的是你吗？儿啊，妈这不是在做梦吧？妈，儿子不孝，回来晚了，让你们受苦了。回来就好，妈不哭，妈只要你平平安安的，就算是住毒圈也愿意。妈，房子的事情我来处理。大伯，刚才我好像听人说，这房子留着也没用，你要给我推了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没有。那这个是什么？小峰啊，这是大伯看着老宅子年久失修，害怕它塌了。万一塌了，再伤着二弟和弟妹，所以想着帮忙修一修。对，修一修。修房子，你用挖掘机修。滚一边去！黑龙，在，卸货，让我爸妈看看今年中秋节，咱们怎么过一个团圆节。全体都有，卸货。天哪，是茅台，全部都是茅台，这一瓶都得2、3千吧？这一车子都是，这得多少钱啊？全是盐，全是中华，这得多少钱啊？还有海鲜，这好像是帝王蟹。小峰啊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那螃蟹我看都还冻呢，这得多少钱1斤呢？妈，儿子以前没钱，咱们逢年过节连肉都不敢吃。这次我要让您和爸尝一尝，把帝王蟹当成饭吃是什么滋味。最后一车，卸货。金子，竟然全部都是金子！全是金子！我的天啊，这些全部都是金子！这一盒得多少钱啊？秦风这是发了多大的财啊！这哪里是回村过节啊？这分明是财神爷下凡啊！
二爷，馒头真热吃。是小峰，小峰真的是你啊！出息了，出息了！二爷，这使不得啊，小峰，这是金子，太贵重了，我不要。二爷，拿着。二爷，那年我离家的时候，是您给了我一个馒头，不让我被饿死。这金条是当年的回礼。一个馒头换一根金条，我当年要是也给个馒头多好啊！秦风这孩子知恩图报啊！秦风是疯了吗？谁不知道那老头就是个捡破烂的，价值几十万的金条说给就给。就是啊，爸，秦风做的太过分了，您可是他亲大伯啊。妈，妹妹小雅呢？怎么没有看见她？你妹妹，她在屋子里面呢。这孩子怕生，不敢出来。怕生？自己妹妹秦小雅从小就非常活泼，怎么可能怕生？小雅，小雅，是你吗？别看，哥，你别看，我不饿，我真的不饿，我真的不饿。小雅，你疼不疼？不疼，哥，真的不疼，我的手早就冻麻了。告诉我，怎么回事？前2年妈不是告诉我你在念大学吗？我，小峰啊，你就别逼小雅了，都是爸没用，是爸护不住这个家呀。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雅她早就退学了，1年前就退学了。什么？退学？为什么？小雅的成绩那么好，全县前10的成绩，为什么要给她退学？因为你大伯，我大伯。他说，咱们家欠他钱，既然还不上，就要小雅去他的猪场干活抵债。什么？当时我说小雅成绩好，要上学，可是你大伯他非不愿意。后来他就带着人来家里闹，说要把房子给点。小雅这孩子懂事儿，为了不让我们受罪，就自己偷偷的去学校办理了退学手续，养猪场抵债。小雅，你这双手也是在猪场弄的？猪场冬天的时候水特别冷，我每天都要洗猪食草，还要刷猪圈。我找过大伯，想要他给我买一双手套，他说我是赔钱货，不配戴手套。畜生！大伯还说了，让我干活利索一点，不然的话，要是猪圈里死了一头猪，就要把我卖了赔钱。什么？秦建国？以后不许吃这个了。小雅，别怕。黑龙，在，准备一套干净的衣服给我妹，然后跟我走。是。哥哥，我们要去哪儿？找秦建国算账。
秦风现在有出息了，知道孝敬我们了。这些好烟好酒都是他孝敬我的。建国哥，你这侄子有本事啊！是啊，这么多车，这么多保镖，了不得。孝敬你，你也配？秦建国，你逼我爸妈住猪圈，逼我妹妹退学养猪，这笔账咱们现在算。你们一家真该死啊！小芳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我可告诉你，周围的乡里乡亲可都看着呢。我可是你大伯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。一家人。你逼我爸妈住进猪圈的时候，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？让我妹大冬天的去刷猪料槽的时候，你又有想过吗？冬天，你甚至都不给我妹妹一双手套。我妹妹手被冻烂的时候，你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？还有刚刚，你开着挖掘机想要推平我家祖宅的时候，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？就是，这秦建国也太不要脸了。人家秦风没回来的时候，还说人家死在外面了呢。现在看见人家发财了，就又是一家人了。呸！这就叫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活该！小凤，你别跟我扯那些有的没的。过去的事情咱们先不说了，咱们先来说一下你欠我们钱的事情。你看看你现在发财了，又是劳斯莱斯的，又是金条的，那咱们现在就把之前的旧账给好好的算一算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这道理走到哪里都说得通吧？我家欠你钱，那当然欠了啊！看见了吗？大家都看见了吧？都给我做个证啊！3年前你爸摔断了腿，没钱做手术，是不是找到我借的钱？这白纸黑字上面还有你爸的手印，这一点你们赖不掉吧？借了多少？5万块钱，整整5万块钱！那个时候的5万块钱有多值钱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可是把整个家底都掏出来救了你爸的命。大哥，你说话要凭良心啊！那个时候你刚结了工程款，手里上百万是有的。这5万块钱，我们一家可是在门外求了你2天才求来的，而且还是按照高利息的方式借来的。那我不管，反正是我借给你的，还钱。小峰啊，你也知道大伯不是那么不讲理的人，但是这钱我也的确是借出去3年了，这一点做不得假。当初说好的，利息是要给的，再加上这些年的通货膨胀，所以你们要通货膨胀，你们一共要还给我50万。什么？50万？这才几年啊，翻了10倍！秦建国，你这也太黑了吧！是不是看人家秦风发财了，想要讹人啊？你们都给我闭嘴！关你们屁事！这是我们老秦家自己的家事，要不是我这5万块钱，老二的腿早就废了。救命之恩大于天，我要他50万块钱，说吗？秦风，现在你是大老板了，身家100亿，还在乎这区50万？刚刚我可看见了，你刚才给个要饭的都能随手给一根金条，给你自己的亲大伯，怎么还要斤斤计较吗？到时候这要是传出去的话，让别人知道你秦大老板为富不仁，连救命的钱都不还，我看你到时候这脸还要不要了？对，还钱，50万块钱，1分也不能少，不然的话，我就去网上曝光你。
说你秦大老板欠钱不还，死逼亲戚。50万是吧？这一家逮着机会，可是一点都不放过。不过我的钱虽然好拿，但是烫手。大伯说的对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既然当初白纸黑字写了欠条，那么这笔账我们就不会来。我就说嘛，小峰是个明事理的人，快还钱！只要把这50万还了，那咱们两家的账就一笔勾销。以后啊，你还是我的好侄子，我还是你的亲大伯。小峰，不能给呀，他这分明就是讹诈。是啊，哥，这都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，凭什么给这种坏人？你个丫头片子，你懂什么你？大伯，我说了还钱，这欠条。对，给你。反正这么多人看着，他也不会反悔。这欠条就一份吗？没错，快点还钱吧。就是这张纸压了父母整整3年，就是这张纸逼得小妹退学养猪，受尽大伯一家的折磨。好，很好。大伯，我这只有现金，你要吗？要啊，当然要啊。好。黑龙，在。把50万换成硬币，装在麻袋里，给我一袋一袋的砸给他。是。钱，全是钱！爸妈还有小妹，从今往后，我们一家再也不会受别人欺负。我已经让黑龙盘下了附近的几个大公司，到时候你们在家里躺着就能赚钱。我儿真的出息了，这一切不是梦。妈，不是梦。全是钱！等着吧，大伯这边我马上会送给他一个大礼。黑龙，去找全国最强的律师，把这个给他。是。鬼鬼祟祟。住手！这是我三叔。真的是小峰，我没看错。三叔，是我。娃儿，三叔没用，你出门在外不容易，这点钱你拿着。这100块是10年前三叔卖了半年的鸡蛋攒下来的，而我也是靠这100块钱买到了去省城的硬座票，才有了后来的百亿神豪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三叔家里没有什么好东西，这是自家养的，下了2年的蛋，肥得很，拿来给你补补身子。你看你在外面肯定没吃好，都瘦了。同样是人，大伯来抢房子要钱，三叔却是来送鸡，怕我没有吃饱。三叔，外面冷，我们进屋。这好烟就是好烟啊，味道都不一样。打开。小峰，这不行不行！老三，小峰给你的，你就拿着吧。是啊，这些年咱们家你也没少帮衬着。爸，三叔，我记得很久之前
你们就想要在镇上开一家超市。我已经让黑龙把镇上的万家福超市收购了。从明天开始，爸，您就是总经理。什么？三叔，您就是副总经理了。还有这间屋子，确实不能住人了。我已经让工程队在一旁重新建一栋独栋独院的别墅，到时候三叔你也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。什么？老二家的孩子要建别墅啊？还给老三那个窝囊废1箱子金条？我可听人说了，那1箱子金条价值800万呢。咱们也是老二家的亲戚，你是他亲大伯，我是他亲大伯母。咱们家小龙都还没娶媳妇呢，凭什么不给咱们金条？不行，必须找他要金条。你小点声，他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呸！有什么不一样了？他现在发财了，就可以不认我们这个亲戚了吗？给了老三那个窝囊废800万，至少也要给我们1000万才行。秦风，你个没良心的小畜生，给我滚出来！秦风，快点滚出来！怎么摔成这样？又来闹事了！打人了！打人了！秦风，你个杀千刀的！你个杀千刀的！你给老300万金条，也不给我们一点儿！你的粮先被狗吃了吗？给你一点儿。对呀，我可是你亲大娘，你就应该给我们钱，这叫孝敬。当年我离村的时候，是三叔给了我100块钱，我才不至于被饿死。而你们呢，恨不得我死在外面。现在你们还想要钱？你觉得你们配吗？哎呀，大家快来看啊！亲侄子打大娘了，还骂人呀！我不活了！我这个当大娘的连个外人都不如啊！老三那个窝囊废，谁儿都能拿800万，我1分钱没有啊！滚出我家！你说什么？滚出我家！凭什么赶我走？凭什么不给我钱？妈，他不给我们钱，我们可以自己去拿。自己拿？对，反正他们院子里那么多金条，我们拿一点儿，谁能发现？爸，金条还在桌上，从院墙翻进去，拿了就走。果然，这父子俩死性不改。黑龙，关门。放狗！爸，快跑！人已经关起来了，具体需要走司法程序，感谢您的配合。乡亲们啊，你们赶紧过来评评理啊！我们家老头子昨天好心的过来看侄子，结果被他放狗咬，现在还在医院呢。你们说这是人干的事吗？他真是有钱了就不认亲戚了，这是要赶尽杀绝呀！哼，哟，缩头乌龟不出来，倒是你这个老废物出来了。我告诉你，王秀英，你就是个没用的东西。看你生的好儿子，把亲大伯打伤，把自己堂哥送进局子，你们还是人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赶紧让你儿子拿钱赔偿我们1000万，
否则我就赖在这里不走了。要钱没有，洗脚水有一盆。王秀英，你疯了！刘翠花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忍了你30年，不是因为我怕你，我是想给孩子们积点德。可是你们一家呢？抢我们的地，骂我的儿子，还逼我的闺女去养猪。你男人被狗咬是活该，是老天开了眼。你想讹钱，门儿都没有。你要撒泼，我赔你。今天我把话撂这儿，你再骂我儿子一句，我就拿大耳刮子抽你，拿扫帚塞你嘴里。看看咱们谁比谁泼，谁比谁横。骂得好，秀英婶子威武。这刘翠花就是欠收拾，活该。打得好。妈，您没事吧？妈能有啥事儿？这口恶气妈憋了30年，终于出了。放心吧，他们最近是不会来打扰我们的。爸，咱们能就这么忍着？当然不能忍。他秦风就是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多钱？一定是偷的。正好，我认识个人，我们去举报他。对，举报他。爸，妈，以后咱们就在这里住下了。我们接到举报，怀疑你的资金来源非法，请你配合我们调查一下。就是他，他就是一个保安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？对，这别墅还有那些金条，肯定都是偷的。同志，你们可得好好查查，他这钱来路不正。我们可是守法公民，特意来举报的。他10年前就是个穷鬼，出去打了10年工，回来就成了100亿富豪，你们信吗？肯定是在外面干了违法的事儿，说不定是抢银行了。小峰，这……妈，没事，放心。这是至尊神龙剑，全球不超过100枚，持有者都是顶级财阀。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我就说他的钱来路不正，连调查组都来了。100亿富豪，呸！原来是假的，吓我一跳，还以为真发财了呢。哎呦喂，刚才不是挺神气的吗？又是金条，又是别墅的，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乡亲们都看见了吧？这就是那个秦风，钱来路不正，说不定明天就抓进去了。秦风啊，秦风，你也有今天。爸，咱们得离他远点。对对对，守法公民可不敢沾边儿。你们懂什么？恶意举报，你们等着法院的传票吧。收队。什么意思啊？爸，好像不太对劲儿。我说让你们走了吗？这是你们之前那张欠条的司法鉴定报告。你们之前的欠条属于违法性质，我给你们2条路。第一，要么走司法程序，赔偿我们300万；第二，要么去养猪场里给我养猪抵销赔偿。什么？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要么赔偿我300万，要么去养猪。养猪？你让我们养猪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我没有良心。之前你们让我小妹退学回来养猪的时候，怎么不问问自己有没有良心？现在轮到你们了，你们还不乐意了？秦风，我可是你亲大伯呀！我小妹难道不是亲侄女？你们让我小妹退学，让她养猪，她可是一个女孩。女孩怎么了？
女孩就不是人了，女孩就不能养猪了？你怎么不去养？好了，秦风，你给个痛快话，你到底要让我们怎么样？赔偿300万，养猪2选1。我只给你们3秒钟的时间，不选默认第1条。300万，我们哪里能拿得出300万啊？秦风，你故意的是不是2，我们真没有300万啊！1。好，秦风，算你狠！我们养猪抵债，我们养猪抵债！我们养猪，我们养猪！哦，对了，你们养猪抵债可以，但是必须要遵守一个规矩，不许戴手套，冬天也不许戴。什么？秦风，你这是故意折磨我们！冬天不让戴手套，那手不得冻烂了？我小妹的手已经被冻烂了！你这是虐待！我要去告你！再吵，那就赔偿300万。爸，这活根本不是人干的。秦风那个杀千刀的，让咱们干这种活，他不得好死！闭嘴，干活！这些原本都是秦小雅那个死丫头片子干的活，现在交给我们是吧？给我等着，咱们动不了你秦风，还动不了秦小雅吗？听说了吗？秦小雅上学的时候乱搞关系，才被开除的。你们想一想啊，她一个女人，怎么可能会愿意来我的养猪场干活？你们是不知道啊，那秦小雅退学后，第一时间就去隔壁省城的 KTV 上班了。不能吧？那丫头看着挺老实的。老实？那都是装的。你说 KTV 里面上班能是什么好人？她呀，挣的都是脏钱。黑龙，给我查！在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在背后造我小妹的谣。秦爷，查到了，谣言是刘翠花在村口大槐树下先说的，然后传到小卖部、水井台，一共7个村民亲耳听到。证据在这里。通知村长，来广场上，让全村人开会。是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秦风，你又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怕你！放开我！秦小雅当年可是全县前10的成绩，这是她的学籍和档案。就是因为你们，让秦小雅没有了上学的机会。她那么好的成绩，那么肯学，就因为你们，结果来养猪，脏活累活都是她来干。你们配做秦小雅的大伯和大伯母吗？现在居然还造谣人家秦小雅，你们真是造孽！这也太过分了！把人孩子学都弄没了，还造谣，还是人吗？秦建国这一家真是坏透了。刘翠花，我已经收集了你造谣的证据。对于你的处罚，要么写一封2000字的澄清信，内容是关于秦小雅的谣言，系刘翠花捏造。刘翠花已在猪圈养猪抵债，仍不思悔改，散布谣言。现责令刘翠花手抄此信20遍，贴在村里每个路口。什么？2000字，20遍？你让我手抄？我的手都冻烂了，我不写，打死我也不写。不写也行，大伯母，你还没有体验过里面的伙食吧？什么里面的伙食？翠花，写吧，不写的话，他真的会让你坐牢的。你个没用的东西，连自己老婆都护不住。我写。刘翠花捏造谣言，特此澄清。关于秦小雅的谣言系刘翠花捏造，活该，最贱的下场。这下全村都知道了，刘翠花以后还怎么见人。写完了，贴完了，你满意了？
像你这种不近人情的人，等着遭报应吧！建国，我们走。我什么时候说过你们可以走了？不让我们走，凭什么？我已经按照你说的要求给村里面贴上了澄清信了，凭什么不让我们走？秦风，别以为你有2个臭钱了不起啊！推在我身上，我想走就走。秦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在村里面贴澄清信，只是其一，其二，造谣赔偿金额补偿单50万。什么？50万？你疯了！你这是抢劫！我要去告你！我这是已经具有法律效应的通知单，我只给你1周的时间，否则1周后法院会强制执行。刘翠花，你看看你造的什么孽！白白补偿50万，我们家哪里拿得出来？怪我？谁想出来的这个主意？我说的是别的办法，谁让你出去乱说了？你不同意，我能出去说吗？你闭嘴吧你！你才闭嘴！没用的东西！不要吵架，回家吵去。从今天起，谁再敢说我妹一句坏话，我就让她在秦家村待不下去。哥，谢谢你。你是我小妹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说吧，你还有什么梦想，哥都可以帮你实现。哥，我还是想要上学，只不过我退学这么久了，应该没有学校要我了。陈校长，请留步。我小妹还想要进学校读书。秦风啊，这个事情不是我不帮忙，小雅退学已经好多年了，学籍早就断掉了，再加上她落下这么久的课程，就算进去了也跟不上进度。不是我不愿意，实在是没办法操作。没事的哥，我在家也挺好的。如果我说我要捐一座学校呢？什么？捐一座学校？既然小妹上不了这一座，那我就捐一座新的学校，供我小妹上学。捐一座？当真？我要捐一座学校，在秦家村附近。老陈，你在哪儿呢？快点来配合一下，我们找到秦风神豪，他要捐一座学校给咱们镇。老陈，你听见了吗？50万真的要赔给秦风他们？不赔怎么办？你要进去蹲吗？那该死的秦风，还有该死的秦小雅，等着吧，这钱必须从你身上拿回来。哥，我不要嫁给那个老头。什么？嫁人？怎么回事？是隔壁镇那个赵德贵，50多岁，离过3次婚，有点小钱。之前上门提亲过好几次，都被我们回绝了。没想到这次你大伯他们做的这么绝，直接把婚事都给定下来了，还收了对方50万的聘礼。你大伯母他们已经答应把小雅嫁过去了，还约好了在镇上的阳光大酒店办定亲宴。好啊，这可真是我的好大伯、好大伯母啊！黑龙，在查。小妹，你放心，只要不愿意的事情，没有人可以强迫你。黑龙，通知所有劳斯莱斯车队出发阳光大酒店。放心吧，赵老板，你不是最喜欢小雅了吗？这次婚事你就放心吧。小雅那丫头要不是长得还行，踏实肯干，我才看不上呢。就是，平常的女人哪里能入得了赵老板的法眼？小雅那丫头跟了你啊，那是她的福分，算她享福了。到时候小雅给我生了2个胖头小子，你们俩还可以拿到满月酒水费。真的？当然，到时候你跟建国啊，1人5万。建国，听到了吗？5万，1人5万。那就多谢赵老板了。
我去，劳斯莱斯车队，这是哪路生蚝啊？12辆，全是连号，这排场也太大了吧！你们看那女生的项链，海洋之星啊，听说一颗都要1000万呢！1000万，戴在脖子上。哥，这里人太多了，我们进去吧。进去，秦建国那家畜生也配？是阳光大酒店的徐老板吗？你的酒店，我要了。什么？收购我的酒店？你没开玩笑吧？我的酒店可是至少价值1000万呢，而且月流水也有50万。2000万，我要了。老板，这3000万，成交。等这件事情成了，赵老板，你看咱们工程上的合作，好说好说。今晚要是能娶秦小雅那小妞过门，明天我就跟你签合同。算算时间，秦小雅应该也到了。请你们离开。什么？我们离开？我们可是订了包厢的，凭什么离开？这酒店已经被一位神豪买下来了，神豪说要清场。放肆！谁敢在我的地盘上搞事儿？没听过我赵德贵吗？请你们离开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秦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妹妹被你们给卖了，你还有脸问我怎么来了？你瞎说什么呢？小雅，你变得更漂亮，更水灵了。你就是赵德贵。不错，我就是赵德贵。秦小雅是你妹妹，我告诉你，你妹妹嫁给我，那是你妹妹的福气。整个镇上谁人不知道我赵德贵？赵德贵，建工集团的经理，利用自己建工集团的便利身份，一直给自己谋取私利。目前账上谋取的金额已经累计1200万。你小子胡说八道什么？保安呢？你们酒店就任由这个家伙在这里胡说八道吗？经理呢？我要找你们经理。小刘，我在你们这阳光大酒店里面消费了没有30万，也有20万了吧？你们就是这么对待我这种贵客的？快点，过去把这小子赶走。见过秦老板。什么？他是老板？哈哈哈哈哈！怎么可能？他是老板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知道了，秦风，这些豪车都是你租来的吧？我说呢，你小子还挺能装，差点儿就把我给骗过去了。租这些车花了不少钱吧？赵老板，您在说什么？秦老板已经把我们酒店给收购了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这么有钱？这都是你们合起伙来骗我的。赵德贵，你听好了，现在秦老板才是阳光小酒店的老板。我呸！你以为你手里面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呀？反正你大伯已经把秦小雅许配给我了，我们今晚就入洞房。秦风，我不管，我已经把50万的彩礼给你大伯了。你给谁的彩礼，那就跟谁结婚去。我看你跟我大伯母就挺般配的。秦风，你胡说什么呢你？我可是你亲大伯母。萧雅还是你亲侄女呢。萧雅她可是你的亲侄女。
这有什么？女孩子长大了不就是留着嫁人的？况且人家赵老板的条件这么好，又不会亏待小雅什么。你怎么不嫁？没有经过我们的允许，就私自招办我小妹的婚姻大事，你们已经犯法了。还有你，赵德贵，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，你这种人渣也好意思舔着脸来到我家提亲？你怎么不行吗？我有钱，我想到哪儿提亲到哪儿提亲。秦风，你顶多就是阳光大酒店的老板，我是建工集团的项目经理，咱们八竿子打不着。今日这事儿你给我记着，我可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我让你走了吗？怎么，你能管到阳光角斗店，还能管到我？张建设，你手下的人欺男霸女，你管理的可真好啊！打个电话吓唬谁呢？我倒要看看你能喊来谁！快点儿去秦家村阳光大酒店！是哪个不开眼的人惹到了秦爷？他简直是在找死！都这么半天了，你喊的人到底来不来啊？不来的话，那我可走了啊！张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处理点事情。张总，您还没吃饭呢吧？不过可惜了，今天在这里是吃不了了，因为今天这里被一个毛头小子给包下了，真是晦气。张总，您说您好不容易来一次，却被人扫了兴。毛头小子？对呀，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，没轻没重的，有点钱就到处挥霍。20多岁的年轻人？对，就是那小子。他是不是还有劳斯莱斯车队？对。这小子不知道从哪里租来的车队，估计一天也要好几万吧。他身旁是不是还有很多保镖？没错，不知道从哪里雇来的保安和群演，一天100块钱撑死了。他在哪儿？那小子就在那边。张总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秦爷。什么？秦爷？秦爷是那位手可通天的秦爷？这怎么可能是他？他可是一个毛头小子！赵德贵，你才是毛头小子！这位可是秦爷，上次铺路的单子就是这位爷的手笔。秦爷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不跟他一般见识，他都要娶我妹了，你让我不跟他一般见识？什么？赵德贵，你这个禽兽，你等着被公司裁员吧！别啊，张总，您帮我给秦爷求求情。求情？我呸！你也配？裁员要多久？这按照公司的流程，至少需要3个工作日。3个工作日，慢，太慢了。我要收购建工集团。什么？赵德贵已经被新董事长开除了。秦爷，别开除我，别开除我呀！我工资不要10万了，你给我8万，8万就行了。8万？你也配拿8万？黑龙在，调出建工集团所有关于赵德贵负责的项目文件，看看他这些年贪了公司多少钱。什么？赵德贵，建工集团项目负责人，5年内通过虚假采购、虚报回扣等手段，累计贪污公司500万元。我没有，你胡说！喂，我举报，有人涉嫌贪污。
建工集团递交的材料属实，你赵德贵涉嫌贪污500万元工程款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都怪你们，都是你们害的！你们给我等着！我呸！你贪污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真是晦气！就你还想要娶我们家侄女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配不配？小峰啊，你看这坏人也抓到了，要是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们就先走了。等等，大伯和大伯母这么着急，是着急去分那50万元的彩礼钱吗？什么50万彩礼钱？怎么敢做不敢认？秦风，我们就是收了，怎么的吧？我是你亲大伯母，你拿出点钱孝敬我们怎么了？这才50万而已，又不是500万，搞得跟掉了身上一块肉似的。大伯母，那50万是赃款，不是你们的。什么赃款不赃款的，我不懂。反正赵德贵给我的就是我的。还有你，小雅，你老老实实答应赵老板，不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？好啊，好一个老老实实答应。黑龙，在，把秦建国一家所有的账目弄出来，准备清算。第一笔账，赵德贵出的50万彩礼是建工集团的工程款，属于赃款，需要全额退回。什么退回去？钱都花了一半了，退不了。就是，那是赵德贵自愿给的，凭什么退？第二笔账，秦建国和赵德贵私下合作的工程项目，经检测材料不合格，工程质量存在重大安全隐患，赔偿金额400万。400万？那个工程总共才多少钱？你这是要我的命！不赔，打死也不赔。第三笔账，养猪场近期疏于管理，猪圈卫生不达标，导致存栏生猪全部死亡，损失合计40万元。那些猪明明是病死的，跟你我们这是故意找茬！那些猪本来就不好养活。3笔账合计490万元。490万，你这是要我们倾家荡产啊！不给，1分都不给。不愿意，这不是你们说了算的。过来吧。什么强制执行？凭什么强制执行？你们这是违法的！违法？违法的是你们！50万彩礼属于建工集团的资金，需要退回，现依法执行划扣。我的钱，我的钱！第二项，养猪场疏于管理，导致存栏生猪全部死亡，损失共计40万元，现依法执行划扣，账户余额不足，已从关联账户补扣。你们这是抢劫！抢劫啊！第三项，秦建国与赵德贵合作的工程项目质量不合格，存在重大安全隐患，赔偿金额400万元。因被执行人账户剩余资金不足，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名下房产、车辆、存款及其他等值财产予以查封、扣押、冻结。你们这是要逼死我们一家呀！秦小龙，你父亲的资产已被依法查封，请你配合离开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哥，咱们这样对付大伯一家，他们会不会报复咱们啊？没事，哥哥有的是手段。他们不是被强制执行了吗？怎么还会这么有钱？是啊。他们家不是应该破产了吗？怎么还有钱买车呀？去！谁给我们钱了？我们的钱都是我们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。他秦风会给我们钱？建国，他秦风不是有施工队在附近吗？你去用你的这层身份去弄点工程款来。这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？你是他大伯，他不给你钱，我们就拿他一点工程款，怎么了？这是他应该孝敬咱们的。秦风，
秦风，明天在盛世大酒店，我儿子秦小龙要跟林婉儿结婚，这是请帖。林婉儿，我的青梅竹马林婉儿。林婉儿，婉儿，你愿意等我吗？秦风哥，我愿意等你。来，我们拉钩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原来人心是会变的。哥，婉儿姐怎么可能会答应秦小龙？之前我在猪圈工作的时候，婉儿姐还天天来帮我呢。婉儿姐说，她这辈子非你不嫁，还说她要一直等你。婉儿姐怎么可能会答应嫁给秦小龙？哥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你个死丫头片子，现在还敢顶嘴了是不是？信不信我打死你？妈，我不要嫁给秦小龙，我要嫁给秦风。我是你妈，我让你嫁给谁，你就得嫁给谁。秦小龙他们家已经把30万的彩礼钱给我了，明天你不嫁也得嫁。你又不是我亲妈！你说什么？我打死你个贱女人！住手！住手！秦风哥，婉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就是秦风，我告诉你，婉儿我已经许配给秦小龙了，彩礼我都收了。所以啊，你跟婉儿的婚事，就别想了。婉儿，这是真的吗？秦风哥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等不到你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了。我爸他在工地上出了事，腿摔断了。人现在还在医院，医院说要30万的手术费才能治好，不然我爸的腿就保不住了。腿没了就没了呗，要一条腿干什么？那条腿要是没了，人家工地说不定还能赔偿个10万8万的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先说好啊，秦小龙给我的30万彩礼，我可没打算给你爸看腿啊。你爸的腿，你自己想办法去。什么？妈，之前不是说好的30万拿来给我爸治疗腿的吗？我可没说，那是你自己说的。婉儿，我只问你一句话。你真的要嫁给秦小龙吗？我不嫁，我才不要嫁给秦小龙！我林婉儿这辈子只嫁给秦风哥你一个人。什么？死丫头片子，翅膀硬了是不是？我彩礼都收了，你说你不嫁了？那我不管，谁收的彩礼谁去嫁。好啊你，反了天啊你！我告诉你，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不嫁的话，你爸的腿就永远都别想治了。别怕，林婉儿，你爸的腿不能再拖了，最多1天。要是再凑不齐30万的手术费，你爸的腿保不住，命也保不住了。什么？张医生，真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？秦风，你敢质疑张医生？这里可是咱们老秦镇上最顶尖的医院。还有你，林婉儿，你是我媳妇儿，怎么还跟秦风站在一起？给我滚过来！我不是你媳妇儿，我不会嫁给你的。
我要嫁也是嫁给秦风哥。什么？嫁给秦风？你做梦！你妈已经收了我的30万彩礼，你现在就是我的女人了。哼，30万，你们一家居然还能拿得出来30万？那怎么了？至于你赚钱，不许我们发达了。我告诉你，秦风，别以为有2个臭钱就了不起了。你有能耐，你把人家腿给治好啊！正有此意。黑龙，把人请过来吧。秦先生，刘老。是刘老吗？刘老是谁啊？医学界的泰斗，放眼在全球，那也是前5的存在。什么？秦先生，林大军的情况我们看了，不需要截肢，也可以保全他的腿，而且我有信心，1个月的时间就能让林大军先生下床走路。真的吗？好的，刘老，那这边的事情就交给您了。秦风哥，这需要花不少钱吧？咱们俩之间还说这个？认识点人了不起啊！林婉儿，你把手给我从秦风身上撒开！可别忘了，你是我秦小龙的媳妇儿。小龙，我说了，我不会嫁给你的。这可由不得你，你妈已经把你嫁给我了。走，咱们今晚就入洞房。动一下婉儿试试，人渣！小峰，是小峰吗？林叔，是我。当年若不是林叔对我父母的照顾，恐怕我父母他们早就撑不下去了。爸，秦风哥回来了，他说他要娶我。什么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爸，您说什么呢？您不是最喜欢秦风哥的吗？如今秦风哥事业有成，您为什么不同意啊？小峰啊，叔不是这个意思。小峰，你也知道婉儿的后妈有多厉害，万一要是娶了婉儿，婉儿他妈肯定会想办法吸你的血。所以我想着，趁着咱们家目前没钱了，我要跟婉儿她后妈离婚，之后你们再结婚。小峰，你看这样如何？没问题。啥？离婚？那个死老头子，搞得我稀罕跟他过一样。哎，不过我可先说好了啊，这30万的彩礼钱我可不退，而且必须是我的。要是同意，我就在离婚协议上签字。没问题，签吧。行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跟那个死老头子再也没有关系了。秦风哥，我终于可以嫁给你。婉儿，婉儿，我等不到明天了，今天我就来娶你了。我已经要嫁给秦风哥了。什么？你妈收了钱，已经答应了？我妈？你说李秀云，她离婚了，已经不是我妈了。她说的是真的？离了就离了呗，那死老头子要离，我能怎么办？还钱！30万还给我！不给，钱揣我兜里了，那就是我的。那是我的钱，是我娶媳妇的彩礼。你给我的就是
我的，谁让你当初不瞅准人再给呢？你这是诈借！诈借？你去告啊，反正我没钱。秦风，你抢了我的女人，30万彩礼钱，你必须还给我！你的女人，你也配？正好你说要钱是吧？那就新仇老账一起算。30万，你捂得热吗？啥意思？30万都揣我兜里了，你还能抢回去咋的呀？李秀云，那30万是我的，你女儿都没嫁给我，我这彩礼钱必须拿回去。爸妈，你们赶紧过来！李秀云，昨儿个说好了，你闺女嫁给我们家小龙，我们才给你的这30万。现在你闺女不嫁了，钱你敢不退？凭什么退？要退你找秦风要去，又不是我抢了你的儿媳妇。秦风，你敢抢我儿媳妇？刘姨，我从来没答应过要嫁给您儿子。我呸！你这种女人嫁到我们家是你的福分。一个在猪圈干过活的丫头，能嫁给我们家小龙，那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刘姨，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。我在猪圈干活是为了帮秦小雅减轻负担。你这个死丫头骗子，骗了我们家30万，现在说不认就不认了？我要去告你骗钱，让你赔偿，把你抓进去蹲大牢。李秀云，当初说好了的，你闺女嫁给我儿子，我们给你30万。现在你闺女不嫁了，这钱你必须给我吐出来，1分都不能少。你跟我搁这还有啥用？是你侄子抢了你儿子的女人，你找你侄子去啊！我不管，钱是给你的，我就找你要。你今天要是不还钱，我就赖在这里不走了。你赖啊，你赖在这里我也不怕，反正我没钱，你有本事把我这条命拿去。小龙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，你媳妇都要跟人跑了。妈，我能怎么办？秦风他欺负我，他打我，他还抢我女人。秦风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抢你堂哥的女人，你还是人吗？林婉儿什么时候成你儿子的人了？他答应过吗？他签过字吗？还是你们把他绑去民政局了？秦风，你别以为你有俩臭钱就可以无法无天，这30万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说法？放心，说法马上就到。黑龙那边安排的应该差不多了，利用我的名义去坑合同款，大伯他们一家算是走到头了。别瞅我啊，反正老娘没钱，你们有能耐把我卖了。哎，你还我钱！哎，还我钱！你还我钱！你还我钱！放手！你个疯婆子，放手！你来干什么？秦建国，你在建工集团负责的那个项目，工程款签字是伪造的，我们已经查清楚了。你胡说什么？这是你伪造的工程款签字单，上面的签名、笔迹鉴定已经出来了。你擅自伪造秦总的笔迹，把款子批了出去。你凭什么说这是伪造的？那就是建国签的。笔迹鉴定报告在文件夹里，白纸黑字儿，红章盖着，你要看吗？你别血口喷人，我那是按流程走的。这是银行转账记录，这笔工程款打到的是你儿子秦小龙的账户上。秦建国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，那钱是我们应得的，秦风他欠我们的。你们跟秦风的账我管不着，但是建工集团的钱1分都不能少。所有证据
已经递交给了相关部门，你们等着坐牢吧。那个王经理，他凭什么？我们辛辛苦苦挣点钱容易吗？别说了，现在怎么办？你问我，你去求秦风啊！你是他大伯，他总不能看着我们去坐牢吧？求他？我求他？他把我害成这样，我还要去求他？那你去坐牢，我自己过，反正我不去。小峰，大伯求你了，那些钱我们想办法还，你别让那些人抓我们。秦风，你太不近人情了！我们是你的亲大伯、亲大伯母，你就这么对我吗？你还是人吗？秦建国、刘翠花，你们涉嫌挪用工程款、伪造签字、骗取公司资金，涉案金额巨大。按照相关规定，现依法对你们采取强制措施。什么？抓我们？凭什么抓我们？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我不去！我不去！不能抓我！你，快出去！快出去！来，这个月初8，我家小峰和婉儿在龙腾宴会大酒店办喜事儿，大家都来，都来，管够！给我等着！赵老板，我有事找您。记住了，待会儿秦风来了，就直接给我砸了他的车。他不让他妹妹嫁给我，我就让他结不成这个婚。大家都不用怕，这龙腾大酒店的老板我认识。没错，手里有点钱，真把自己当成爷了。爸，记者找好了没？找好了，3个都是咱们镇上报社的。等着吧，有了钱忘了亲戚，我们一定要曝光他，让秦风身败名裂。今天是我娶林婉儿，秦风是抢我的女人，我是他堂哥。真的假的？秦风抢他堂哥的女人？有钱人的事不好说。乡亲们啊，你们看看，这就是那个秦风，有了钱就忘了本儿。当年他爸摔断了腿，是我们家出了5万块救命钱，那时候我们家也没钱啊，5万块是我们全部的积蓄。那这秦风确实不地道啊，忘恩负义啊！这是，现在他发财了，翻脸不认人了，把我们赶去养猪，把我们家的钱全抢走了，连他堂哥的未婚妻都要抢。这种人，你们说他还是人吗？不是人，不是人，太过分了！等着吧，秦风，看我怎么让你身败名裂。秦爷，目前您名下的产业包括建工集团、阳光大酒店、万家福超市连锁、秦家村及周边3个村的基础设施改造项目。建工集团，您全资收购后，市值已经翻了4倍。目前在手项目有12个，预计今年净利润超过8个亿。阳光大酒店，您收购后重新装修，目前已经是本市评级最高的5星级酒店。加上新收购的龙腾宴会大酒店，2家酒店合并后，预计年营收将突破2个亿。万家福超市连锁，您收购了总店和12家分店。经过整顿，预计明年门店总数将达到30家，年营收可突破6个亿。秦家村及周边3个村的基础设施改造项目，包括道路硬化、自来水改造、电网升级、路灯安装。慈善方面，您捐建的小学已经动工，教学楼主体框架已经达到第2层，学校占地20亩，规划有教学楼、食堂、操场、图书馆。镇上已经将这所学校命名为秦风小学。
此外，您出资修建的秦家村通往镇上的公路，全长8公里，双向2车道，已经全线贯通。从秦家村到镇上，开车只需要15分钟。村里人给这条路起了个名字，叫秦风路。还有您之前投资的省城商业综合体，位于省城核心商圈，占地50亩，目前已经有60多个品牌签约入驻，包括3个国际1线奢侈品牌，预计年营业额可突破15个亿，净利润保守估计在3个亿以上。今天来参加您婚礼的宾客，包括建工集团的7个大股东、省城商会的副会长、周边5个镇的企业家代表等等，一共320人。宿主秦风，代号乾隆，系统：恭喜宿主完成荣归故谷任务，综合表现评级完美，5000亿奖金已发放，请宿主查收。婉儿，今日结婚。他就是个骗子！大家快来看啊！快看，那是劳斯莱斯，12辆劳斯莱斯，全是连号。让我们砸劳斯莱斯车队，秦九晃，疯了吧你！我不敢，我不敢啊！秦风，你还有脸来？你抢了你堂哥的女人，你还是人吗？乡亲们看看，这就是那个忘恩负义的秦风。当年要不是我们给你们家5万，让你们救你爸，不然你爸早就死了。忘恩负义，大伯，你说的是当年你们家出的那5万块高利贷？还是说你们把我妹妹逼退学去养猪场干活叫照顾？那5万块我已经连本带利还了50万，欠条在这里，银行转账记录也在这里。至于抢女人，婉儿从来就没答应过嫁给你儿子。我爱的人一直都是秦风哥。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至于你，就站在这里，给我好好的做你的迎宾服务员，一天我给你250块。洋气什么？不就是租了个大厅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看看这大厅，土不土，红不拉几的，像个戏台子。你干什么？你们今日负责的是站在门口迎宾，没有椅子坐。迎宾？我们是秦风的亲大伯、亲大伯母，你让我们站在门口迎宾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叫秦风出来，让他亲自跟我们说。叫什么叫？叫什么叫？我认识这龙腾宴会大酒店的老板，我让他过来。好，快点喊来。李老板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这边有点事儿，你赶紧过来一趟。等着吧，李老板马上就到。谁敢欺负我兄弟？李老板，你可算来了！兄弟，我被欺负了，你可得替我报仇啊！正好，今日我这酒店接下了一个大单子，来的都是大人物。说吧，是哪个厅的人惹到你了？李老板可是我过命交情的兄弟。李老板，
就是这8888号宴会厅的人。什么？你们惹了8888号宴会厅？你们知道你们惹的人是谁吗？李老板，你可是这龙腾大酒店的老板，全国连锁32家，市值100亿，你还怕他一个暴发户？暴发户！赵德贵，我看你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。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，你另请高明吧。李老板，您可是大老板，秦风他只是一个小角色。小角色？你们到底知不知道秦风是什么身份？我告诉你，赵德贵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想死别拖上我！不是，他秦风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什么来头？宾客到，马上，你们就知道秦风是什么身份了。正远集团董事长王金先生到。那不是王金吗？镇远集团的董事长，咱们镇上最大的企业，市值10几个亿。我是镇远集团王金，前来参加秦爷婚宴。礼物是一尊白玉观音，祝秦爷和林小姐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这不是正远集团的王总吗？他怎么也来了？10几个亿的大老板来给秦风贺喜。省商会会长黄景山先生到。黄景山，省商会的黄会长，他可是管着全省几百个企业家的大人物，平时只在电视上见过。省商会黄景山前来参加秦爷婚宴，礼物是一幅书法作品，祝秦爷和林小姐琴瑟和鸣，白头偕老。省商会的会长管着几百个老板的大人物，他也来给秦风贺喜。秦风他到底认识多少人？省公益基金会理事周婉婷女士到。还有，省公益基金会的周理事，他专门做慈善的，全省的希望小学都是他们基金会捐的。我是省公益基金会的周婉婷，前来参加秦爷婚宴。礼物是孩子们亲手折的999朵纸花，感谢秦爷对公益事业的大力支持。您捐建的小学是全省标准最高的一所，孩子们知道您今天结婚，连夜折了这些花，托我带给您。捐建小学，孩子们给他折花，难道我们真的错了？感谢各位今天来参加我和婉儿的婚礼。今天我要送给我的家人每人一份大礼。您当年给我100块，三叔，今天我给您一个公司。万家福超市连锁，从今天起归三叔您了。万家福，那个超市一年能挣好几百万吧？给老三一个超市，我们呢？爸妈，你们这些年受苦了。建工集团从今天起归爸妈你们了。建工集团，那个公司市值几十个亿吧？几十个亿，给他爸妈几十个亿。小美，从今天起，你是公司的总经理，你想办学，
哥给你投钱500亿。500亿啊！给那个丫头开公司，买楼，她就是个养猪的丫头啊，还给那个丫头骗子500亿，500亿啊！林叔，您把婉儿养大交给我，从今天起，阳光大酒店归您了。阳光大酒店也给别人了，那我们的呢？秦风，我们呢？我们可是你大伯和大伯母啊！有，你们也有。真的，我就知道，小凤你还是认我们这门亲的。秦建国、刘翠花，你们挪用工程款、伪造签字、骗取公司资金一案，法院已经判决，涉案金额700万元，限今日内全额偿还，如无力偿还，依法采取强制措施。什么？还钱？我们哪有钱还？不要！我不要坐牢！秦风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！你说句话呀！你快求求他！赵德贵，你涉嫌违法行为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